喺最新嗰個訪問裏面啊，莫雷拉表示未來嘅策騎基地咧會喺佢嘅家鄉巴西，亦即係話咧佢應該就唔會去美國噶啦。點解佢會改變主意呢？佢話佢嘅髖關節受傷其實都幾嚴重，醫生叫佢如果想延長策騎生涯嘅咧，就唯有唔好出賽咁多喎。喺巴西佢冇經理人，而且主力咧係為一個大馬主效力，呢種策騎方式對佢嚟講係最適合㗎啦。之前好多人喺個網度討論，話佢應該返嚟香港做公司騎師。阿方家柏又話有意揾佢做全季主帥，呢個又想咁，嗰個又想咁，似乎冇乜人在意阿莫雷拉自己想點喎，真係莫名其妙啊！佢話佢嘅髖關節傷患其實都幾嚴重，不宜策騎太多，但係佢嘅成績依然係好嘅，所以呢，有人會覺得佢喺度扮嘢。其實嗰啲人有冇睇過足球小將呢？識唔識三杉順呢？好勁，但係唔踢得波嗰個隊長呢？所以呢，莫雷拉咁嘅情況，唔好話佢扮嘢。至於佢16號會喺法國出賽呢，隻馬7號就已經過咗法國啦，做緊準備功夫㗎啦，睇下點。另外，阿莫雷拉喺個訪問度亦都表示啊，佢可以為咗佢認為最勤力嘅練馬師出賽，可以為咗欣賞佢、信任佢，俾佢自由嘅練馬師出賽。出賽亦都唔係淨係睇有獎金幾多嘅，每一場一級賽，無論邊度嘅一級賽咧，都唔係容易勝出嘅。佢亦曾經因為騎住一匹曾經有傷患，加上血統唔算咁好，差唔多所有人都覺得佢唔會跑出嘅馬女，結果跑出咗，佢係開心到攬住個馬頭流眼淚嘅。或者有人覺得乜佢咁傻瓜㗎？但係好似佢咁傻瓜嘅騎師，世界上唔係幾多個㗎啫噃。我就唔係好想佢返嚟香港㗎咋，就算返嚟都係返嚟行下客串，探下朋友，食下蒸魚算啦。長期喺度，就算係佢個身體冇事啊，都唔係太適合啦。點解啊？因為佢曾經俾香港馬會一罰6日停賽啦，一罰10幾萬啦，罰到喊啦。第二個騎師啊，落手冇咁重嘅陰公。另外有人問點解嗰啲世界級嘅頂級騎師都好似唔想嚟香港咁樣嘅，就算嚟都只係短期。長期牌照唔吸引咩？香港獎金咁多，其實唔使問都知原因啦。因為香港有個騎師係好特別㗎嘛，心照呢。